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在校生夜穿乌白鞋的事件，拢总造成2个人死亡，10个人受伤。警方初步调查发现，到这个嫌犯是当地一位查某警员的后生，竟然是偷摕因老母的枪去学校犯案。因为这件枪案嘛，搁再引起对枪支管制法案的关注。 中昼的时阵，佛州州立大学伫塔拉赫西的校区，警车甲救护车警示声大响，包括当地警局、联邦调查局 FBI， 也有分州枪炮管理局 ATF 的人员分工合作进行现场的调查，个护送受到惊吓的教职员甲学生囡仔离开。Oh my gosh! What the hell? 执法单位伫尾仔的记者会指出，凶嫌是佛州州立大学的在校学生。这个案属有单独犯案，所以嫌犯互人制服并介护送医了后，即马现场危机已经宣告解除。The shooter is 20-year-old Phoenix Eichner, and he's the son of a Leon County Sheriff deputy. Our Deputy Eichner, has been with the Leon County Sheriff's Office for over 18 years. She has a tremendous job that she's done. Her service to this community has been exceptional. 警方指出，涉案的凶嫌是伫厝内得到妈妈合法持有的枪，就安尼炸枪去学校犯案。除了相关执法单位赶到案发校园调查，包括当地选出来的国会议员甲佛州州长德桑提斯，也拢接到干部来说明，佮透过社群网络发表看法，嘛向死伤者表达哀悼甲慰问。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是伫白宫接受记者联访的时阵接到干报，当场就有记者询问川普，这个案敢会影响未来有关枪的管制法案走向？川普强调，犯案的是人，毋是枪本身，所以伊也是坚持赞成宪法第2修正案的合法有枪权利。These things are terrible, but the gun doesn't do the shooting. The people do. It's a phrase that's used probably too often. I will tell you that it's a shame. 虽然警方已经宣布危机暂时解除，不过佛州州立大学也是宣告停课，一直到美东时间18礼拜5。当地的体育竞赛活动到这个礼拜6拢全部取消。校方面嘛呼吁平安无代志的教职员甲学生囡仔，爱赶紧家厝内联络报平安。公司新闻，戚家人编译。